大家好，我係新仔。今日帶嚟一個遊戲咧，呢個畫面大家應該都好熟噶啦嚇，佢就係芒亨怪物獵人崛起，崛起定係崛起？係咁啊！呢個遊戲咧，初嗰陣時咧喺模擬器上邊咧行得係好窒㗎，係好窒㗎。以前我用 Y784對做測試嗰陣時都發覺少少窒，冇咁流暢咯。係啊，呢個遊戲仲埋原身係 Switch 嘅遊戲咧，佢做得真係非常之靚㗎啦，都係屬於 Switch 遊戲入邊嘅大作嚟㗎啦。係咁，我依家咧就用Y98嘅12+25落嚟做測試，我發覺咧都係非常之流暢㗎。好，咁我哋嚟睇下嗰個遊戲嘅質素。咁啊呢個遊戲咧都屬於一個唔叫開放世界，應該叫做半開放世界嘅一個遊戲咯。係啊，即係無非咪接任務啊，去打怪獸啊，接任務啊，打怪獸就咁嘅咯。好，咁我哋今日主要測試咧係測試下畫面同埋流暢度哦。玩法咧大家自己摸熟噶啦，因為其實我都好少玩呢個遊戲，因為以前初嗰陣時太窒啦嘛。我哋依家係接咗個任務，要去執嗰啲蘑菇。弟弟揾幾隻怪獸嚟打。佢入邊玩法都算多㗎，因為佢入邊有好多嗰啲武器啊，譬如呢個好似槍咁嘅，你要選刀啊劍啊都 OK 嘅。来个，我按一下。有啲蘑菇喺邊？上唔到去。調べてみよう。何かいいものは。弟
大家要注意下，呢、個遊戲咧喺 Switch 嘅模擬器暫時係運行唔到嘅，係。就那邊。其實個畫面玩落嚟咧，要窒都唔會嘅。非常流暢咯，最起碼都有50幀以上。如果你係16:512嘅設備嘅話咧，應該要更加嘅流暢。スタミナに注意だ。そいや。よし。哎呀，好牛！对啊，我就是想买个小的。大佬虽然它小，但是很近，是不是很猛？对。
調べてみよう。好，咁咪今日嘅遊戲咧就到呢度啦。咁有想了解嘅各位觀眾朋友咧，都可以自己去體驗下。係，依家係可以行得非常流暢噶啦，完全都唔會窒噶啦。同埋打怪獸嗰陣時，我試過打怪獸嗰陣時都唔會窒，一啲都唔會窒嘅。好，咁下一次需要我測試其他遊戲，歡迎都隨時留言啦。多謝大家。